中国的公安最近将一寡叫拐过的台湾诈欺犯透过小三通遣送，不过陆委会无提前接到正式的通知，即卖已经10几个诈欺犯叫弹回来啊。陆委会发言人刘文杰就表示啊，伊对中国这款的处理方式毋是介满意，但是即卖先达人带回来，还佫讲咯。无，伊只是带去饭店的款。啊，上卡电话互你的，分孙啦。面对镜头，这个咸糜阿嬷真欢喜，因为总算等到孙仔消息啦。今年年初，彰化这个咸糜阿嬷卖糜倾钱想要救孙仔，即马总算遇到孙仔转来啊。有啊，真欢喜。嘿，啊安怎联络到的？啊，都伊敲电话转来讲，警察甲带来就是金门。专案替孙仔传火炭火炉，就等人转来。陆委会证实讲，进前中国放出来10个台湾人，即马人拢伫金门。昨天确实有10位涉及诈骗罪的国人在中国大陆服刑期满，然后回来台湾12月7日，中国公安先是将涉嫌伫缅甸柬埔寨诈骗伫中国关税10个台湾人，为厦门坐船到金门，昨下晡6点外，另外3人佫家己坐飞机转来台湾。警方接到通知了，随到松山机场将人带回去。好，还有另外3名。那我们现在也在做查证的工作。这一次的遣返确实和我们过去所讲的这个两岸共打的机制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虽然不满意但是还是要务实的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两岸共打机制，台湾、中国相关的单位拢会互相通知，并且正式行文，约定要安怎移送，弄一个固定的管道。不过即摆中国雄雄交人，和台湾相关的单位强要维护应付。刘委表示讲，虽然不满意，依然会务实的处理。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